在这新闻要邀请咱乡亲来看一个互人较感动的画面。今年7月，一只重差不多8.4公斤、这个港的台湾乌鱼，因为伫花莲倒溪乡去踏入井啊，互人救出来。经过保育协会详细照顾，经过4个多月，复原的情形真好，看伊健康无问题了，伫今日顺利野放。都会使看到这个影像记录中，这个乌鱼重回自然的时刻，像这个人啊，一个拍开呢，乌鱼离开进前，佫有小可呢，长途顿体一个，也过医院勇敢行出这个铁人啊！这个森林护管员马上用拉琴的声、甲喇叭声，将这个乌鱼甲赶离开。伊是经过手术，将这个前脚四指锯掉了，恢复的情形真好，这个野放。啊，伊鱼啊有一个鱼标，这个写清水部落号名叫做达古阿里。代表布农族一个伟大领导人的名，这个造人机来讲，伊种下自然了，会当成为树林中的领导者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